Hello，各位大家好啊！我係拆局達人。今日同大家講個話題呢，就係好開心嘅，因為上次姜濤佢喺呢個仁愛堂慈善 show 上邊嘅表現啊，係非常之好啊。而嗰一次嘅 show 呢，係為我哋呢釋出咗三個呢係亮點。呢個呢，就係包括埋呢係姜家人呢一齊去創造嘅。咁第一個亮點呢，就係姜家人啊，當日佢哋喺個啟德場館嘅外邊呢，呢個聲援啊姜濤嗰個氣勢啊，哇！睇到呢係人山人海。嗱，我做咗人咁多年啦，幾十年啦，都未曾咧係見過一個明星咧或者歌手咧係有咁多嘅 fans 咧係出嚟咧去撐場嘅。咁啊，大家都可以睇到咧，當日嘅畫面咧係非常之震撼啊！可以咁講咧，係創咗呢一個歷史上咧一個香港歷史上一個先河。你睇到咧，佢哋唔單止係人多啊，而且佢哋仲有啊係仲準備嘅呢啲嘅即係架撐都好咧係充足，包括咗有姜牌啦有各種嘅一啲嘅應援嘅物品咧，可以咧係 show 出嚟俾人睇。咁可以見到佢哋係即係大家都有一個默契，好有準備咁樣係攞一啲應援物出嚟組成呢一個咧係人海大陣啊，人海嘅呢個舉陣啊。咁呢個就係帶出一個俾我哋睇到咧，原來姜家人咧佢哋之間嗰種嘅默契已經去到好高嘅程度啊。同埋咧，佢哋咧係已經咧好有秩序啦，同埋咧係好有聲勢。咁咧，只要有一個機會咧，佢哋都會咧係同心協力咁樣去創造一個咧係即係場面出嚟，俾大家咧係感覺到咧佢哋咧係咁團結同埋咁精緻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喺香港嘅歷史上邊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咧係重大嘅突破。咁以後即係譬如好似嚟緊嘅下個月姜濤嘅430咧，聽聞啦我未證實到就係咧會喺呢一個啟德嘅體藝園嗰度咧係搞一啲嘅 show 㗎。咁咧係有一啲慶祝嘅 event。咁今次呢一個慈善 show 咧，可以咁講係下一次咧生日會嘅 event 嘅一個咧係演習。呢個演習嘅聲勢已經係咁浩大啦，咁所以咧係會俾人睇到，如果姜家人真係喺呢個啟德搞呢一個 event 嘅時候咧，當日430嘅氣勢咧，可能咧係更加咧係令人咧係非常之咧係震撼啦，同埋咧係另有一番咧係呢一個嘅光景。咁所以請大家咧係拭目以待啦好啦，第二個帶出嚟嘅亮點咧，就係姜濤咧喺個呢個慈善 show 上邊咧有唱呢個咧係陳百強嘅等啦，同埋咧係其他嘅一首廣東歌。我就覺得咧姜濤咧有一個身上咧好似帶住一個使命咧，就係佢好希望咧廣東歌咧係繼續咧喺香港咧係發揚光大。咁點解呢？因為其實廣東歌早喺呢個上一個世紀嘅80、90年代嘅時候呢，已經咧係甚具影響力喺華人嘅呢個世界嘅圈子裏邊呢，係非常之咧係影響巨大。咁包括咧就係香港、澳門、台灣同埋海外所有華人居住嘅地方咧，冇一個唔係未聽過啦，係呢個香港嘅廣東歌㗎。咁但係後來因為一段期間咧，廣東歌咧就式微啦。咁咧就好多人咧即係走咗去其他地方揾食創作人亦缺乏等等嘅因素咧，導致到廣東歌咧係曾經咧係沉寂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後來得到姜濤嘅出現咧，咁而家咧又將呢個沉寂嘅香港嘅歌壇咧，又再咧係
再吹翻一股咧係熱烈嘅呢個氣氛。姜濤有見及此咧，都希望咧係將廣東歌咧係透過佢嘅一己之力啊，即係呢個佢好謙虛就話微薄之力咧，係帶動出嚟咧，希望更多嘅年青人咧係聽翻支持翻廣東歌呢樣嘢。咁啊，呢個係佢嘅使命，呢個係當日慈善 show 上邊咧係背後所帶出嚟嘅第二個亮點啦。第三個亮點咧就係姜濤本身佢嘅機靈同埋智慧咧。當記者問及咧有冇年齡焦慮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咁咧就姜濤有一句説話咧，就令到咧係解答咗佢對呢個所謂年齡焦慮嘅問題嘅睇法。佢話：男人至死是少年啊！呢句説話咧係出自日本嘅呢個動漫裏邊常用嘅一個咧係呢個劇裏邊嘅台詞咁咧就呢個對白，男人至死是少年呢句説話內心嘅隱藏嘅意思就係話，無論年齡係幾多都好啦，只要呢個人嘅心態係保持住一個啦係即係初心咁咧就無論係幾多歲都好，到死嗰日佢嘅心態都係好年輕嘅都好似少年一樣咁年輕啊！咁唔會因為年齡嘅增長咧而導致到自己咧好似好老態呢個心態咧係好呢一個消極話自己咧係已經幾多歲咧就好焦慮Sorry， 對於姜濤嚟講呢樣嘢係唔 work 㗎 ，no way。咁所以會睇到咧咁多人咧係要回應記者呢個問題，但係獨獨唯有姜濤咧係彈出呢一句男人至死是少年，咁咧可以睇出佢嘅機靈同埋佢嘅智慧咧係比其他嘅嘅歌手咧現場嘅呢個歌手咧係高一皮嘅咁所以呢三大亮點咧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咁如果大家有咩意見想發表嘅話，歡迎大家喺留言區留言咁咧我祝大家身體健康，等待下個月姜濤嘅430生日會又創造一番新景象，大家睇住啦，拭目以待，係咁先，拜拜。